师傅，借你胡子一用。定，师傅，我赢了。哎呦！不错，不错，小宝啊，你现在的画技远胜过师傅，大象也无人能敌。为师啊，也没什么可教你的，不如你现在就下山去找你的家人吧。要是沈家有这样的后人就好了。我是孤儿，没有娘亲。哎，这世界上哪有娘亲会不认自己孩子的？他一定有什么苦衷。真的吗？好，就这么定了啊。赶紧把这小祖宗送走，那我这老妖啊都要被他玩坏喽。师傅，也好，我也想问问他当年为何要抛弃我。还好之前我梦见过娘亲，还画了她的画，正好可以拿着画像问一问。哎，快来看看，快来看看！哎，小姐，你手伤还没好，今日若是再找不到画师，明天我们怎么跟二房斗啊？这些年，我因为斗画输掉了2田商铺。无论如何，明日我一定要守住宅子，等小宝回来。阿叔，我求求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你未婚先孕，没被陈塘已是对你格外宽容，你居然还敢偷偷生下这个孽障，我这就给你送走，省得败坏我沈家名声。不要！你不能把我孩子带走！不要！我求求你了！招募画师，包吃包住喽！来，我们这儿还有呢。二位，你们看看，找了大半天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娘亲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好饿呀！包吃包住了。娘亲，娘亲，我好想你啊！你是？沈遗孀，你这装疯了半天，不会就招了这么一个小乞丐吧？一个乞丐也会画画，8成是在这里骗吃骗喝的吧？都喊上娘亲了，看来是知道沈遗孀有个私生子，故意冒充吧？我不是冒充的，娘亲，我就是你的孩子。我之前梦见过你，还画过你的画像。奇怪，就放在这里的呀。嘿，果然是来骗吃的，要不让景阳公子赏你2个铜板，也总比跟着他们吃馒头强。沈遗孀，放弃，就你那条件，只够招个小乞丐的。赶紧回去收拾行李，明天把祖宅让出来，我们走。不是，你们别走啊！娘亲，我不是一个乞丐，我真的是你的孩子。拿了吃的，赶紧走吧，这不是你待的地方。果然就是故意不要我，我以后就没有你这个娘亲。哎，等等，
不是不要我吗？还有何事？你家人呢？我没有家人。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今夜风寒，你先在此地留宿一晚，等什么时候找到了好去处，再走也不迟，好不好？小姐，如今我们自顾不暇，小孩而已，吃不了多少。饿坏了吧？赶紧吃，反正也没地方去，先住下吧。小姐，二房来人了。他们还真是走，走，去会会他们。爹，昨日沈银霜那边一个应聘的都没有，他本就资质平平。我听说呀，他为了画画手还受了伤，今日比试他必输。好，各位不必拘谨，请随意啊，请随意。好，是。沈二爷，我听说你们那被誉为画仙的沈家老祖留下一幅镇宅之画，凤鸣9天，画上的凤凰栩栩如生。唯一的遗憾是，画上的凤凰没有眼睛。不知道今天是否有幸一睹真迹呢？当然可以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景阳公子不是花重金招募了赵承天大师吗？他可是画师排行榜上的人物，尤其擅长画凤凰，说不定他能点上眼睛呢。赵大师虽然确实很厉害，但是老祖宗的那幅凤凰图，也只有老祖宗他自己才能画出真正的神韵，让其成形，幻化成真。咦，这凤凰怎么没有眼睛？这样才对嘛。还能化物成真？那恐怕得是画仙才有此能耐吧。沈二爷不妨带大家开开眼界，能一睹画仙神作，也算不枉此行了。各位，镇宅之画就在这里。爹，刚刚飞出来的是什么？莫非是凤凰？这么说的话，刚刚飞出来那只凤凰是画上那只？难道有人点上了眼睛？幻物成真，不是连赵大师都做不到吗？难道还有世外高人？不知是何方高人，还烦请出来一见。不是什么世外高人，而是你偷了这里的镇宅之画。你放开我，我没有偷画。还敢嘴硬，现在就送你报官，看你如何狡辩。走，住手！放开他，小宝还是个孩子，有什么事问清楚再说。老祖宗的画已然丢失，还问什么？走，带去报官。走！你放开我！你们不能带走他。大侄女，我看你对这个小乞丐这么上心，莫非是你指使他偷的画？你就是。镇宅之画本就是我沈家的，我为何多此一举？因为你知道，你今天一定会输。沈一双，当年你不检点偷人，今天又打上了镇宅之画的主意。当初我饶过了你，今天定不轻饶。快把画交出来，做我对你不客气。小姐，你放手！小姐手本就有伤，今日又要偷画，你就是故意的。那又如何？我没有偷画，是我点上眼睛，小凤凰就自己飞走了。他的意思是，他画活了凤凰。这小乞丐可真能说瞎话呀！要我说他连画笔都拿不稳呢。哼，还真以为自己是画仙呢。
我真的会画，不信小爷我再给你们画一幅一模一样的，或者把小凤凰叫回来呢。沈云霜，我看你跟这个小乞丐是一伙的，别跟他们浪费口舌，直接开始比赛。到时候他们输了，交出祖宅，这里的东西丢了一样，都直接送他去吃牢饭。也好，免得让别人说我这个二叔欺负你。大侄女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今天就来比试画凤凰。凤凰图本就复杂难画，何况我就只有一个人，你这分明就是故意刁难。你自己招募不到人，能怪谁呀？族长，待会儿还得请您秉公评价呀。你放心，我只看实力。好，来人，纸墨伺候。小姐，我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，我替你上。刘叔，你这些年我陪伴在小姐左右，日积月累的熏陶和陪练，可不要小看老奴的水平。沈一霜，你疯了！让一个下人跟我比划，他还不配。要是不想让这个小乞丐出事儿，我劝你最好还是自己上。大夏画师向来无画家，都说功夫好的不一定是好画师，但好画师一定功夫好。在比试过程中，只要谁的画笔掉在了地上，谁就提前输了。沈一霜手本就受伤，就算不画，全程一个人，体力跟不上，肯定会输。小姐，刘叔，我知道你是想先上，帮我消耗对方体力，但是我不能看着那个小孩受伤。小姐，你放了他，我上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赢了比试，我肯定放他。你呀，待会儿好好的比，让沈银霜好好的看一看和我们二房的差距，认清楚自己几斤几两。是父亲，去年沈银霜就输给我，今年我会让他继续输得心服口服，帮您拿下祖宅。各位和往年一样，在比试途中，只要笔不落地，下一个人就可以接着画。沈银霜，还磨叽什么？要是害怕，可以直接认输，把宅子交出来。你做梦！沈景阳，你玩阴的！比赛可没有规定不能玩策略，是你蠢，赶紧认输，免得到时候输得太难看。我说了，不可能！啊！看到他受伤，为什么我会难过？沈景阳到底是画画还是打架呀？怎么能这样欺负一个女人呢？还是她堂妹呢？这样看来，沈银霜啊，非死即伤呢。银霜，你输了！你输了！没用的东西，竟然让他抢了先手！爹，我只是让他暂时领先，等下赵大师一定会让他后悔，没有直接输给我。你就是赵晨天。果然是赵大师。虽然刚才沈银霜侥幸赢了沈景阳，但绝对不是赵大师的对手。赵大师不仅画技独到，跟他比试过的人，恐怕这辈子都无法再无敌。这沈银霜肯定是在劫难逃了。去，都有看，他有什么本事？沈银霜，你听到了？我劝你趁早认输，把宅子交出来，还能留下一条命。手下败将，就别在这为别人担心。冥顽不灵，赵大师，你务必要给他一个好好的教训，让他知道大言不惭的结果。五子两立。
小姐，这人的招式果然阴狠毒辣，一招一式都想用人的命。这贱人坚持不了多久了。斗话就斗话，你们是想害死人吗？斗话受伤是常事，只要不认输就得接着。沈云双，要认输了吗？就算我沈银双今天死在这儿，也不可能认输，让你们把宅子抢走。好硬的骨头，我倒要看看能坚持到何时。沈大小姐，要不还是放弃吧？为了一个宅子，连命都不要了，值得吗？大侄女，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，怎么就你一个人不明白呢？啊！这个宅子就是我的命。当年你沈立传趁我虚弱抢走我的孩子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小宝的下落。宅子在，小宝就能回家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绝不可能把房子让给你们。虽说沈银双未婚先孕，但人家孩子一出生就被沈二爷抱走了，母子分离太惨了。是啊，沈银双这么多年守着宅子，就是为了找回孩子。沈二爷这么赶尽杀绝，真是让人唏嘘。所以娘亲没有不要我，他一直在找我，等我回家。赵大师，既然他不知好歹，就速战速决。欺负我娘亲，让我来恢复你！这小孩什么来路？居然能接住我打出去的笔！小乞丐，比试可不是靠嘴吹的，还是赶紧回家喝奶去吧。原来是学长生事，就让他上，免得别人说我们欺负他沈银双一个人。我就不信小屁孩一个还能掀起什么浪。刘说照顾好我娘亲。娘亲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好好教训他。欺负我娘亲，跟你没完！这小孩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，竟上赶着寻死。沈银双能遇见他，也算是弥补了丢小孩的遗憾。危险！你快下来！我们不比了，我已经失去了小宝，我不能让你也有事。你是不会出事的。这么没劲儿，要不然你叫我一声太爷爷，我一会儿下手轻点儿。你个小屁孩，你想找死？一个小乞丐就敢挑战赵大师，沈银双，要想不让他死，就赶快交出房契。给了房契，要是哪天我的小宝回来就没家了。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无辜的孩子在我面前死去。这里。嘿，找到了，就在这里。这小孩居然发现了我的短处！赵晨天，你在干什么？连个小孩都斗不过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起来啊！起来呀！该死，我居然无法催动我的内力。老打打杀杀的见血，多不吉利。听说你擅长画凤凰，正巧我也略懂一点儿，不如咱们就比画凤凰，看谁画得快，谁就赢了。嘿，这小乞丐疯了吧？居然想跟赵晨天比画凤凰！刚刚啊，是侥幸让他发现了赵晨天的破绽，还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啊！我那小乞丐估计都在打瞌睡了吧？我画好了。
居然是同时画完的，这小孩子有点东西。难道今天的比试又反转？这怎么和老祖宗留下的那幅凤凰一模一样？说了，会画一幅一模一样的，还给你们。这凤凰没画眼睛，这幅图不完整，你输了。没关系，小宝，你已经很棒了。真没想到你会画画，而且还画得这么好。娘亲放心，我超厉害的。画的再好又有什么用？你们没有眼睛，你们就是输了。我是怕画好眼睛，小凤凰它就又飞走了。你又不是画仙，真以为自己能画物成真呢？小乞丐就是小乞丐，虽然有几分实力，但还是改不了说谎的毛病。学画画之前啊，得先学会做人，否则啊，品行不端是要吃牢饭的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比你口中的画仙还要厉害呢。师傅他老人家早就是我的手下败将了。随便画成一个凤凰，你就真的以为你能够和老祖宗的那幅相比？小乞丐，你真能吹，有本事你就点上眼睛。就你那三脚猫功夫，我就不信你真的能让它变成凤凰飞走了。没关系，小宝，无论如何我都支持你。哎呦，不是点上眼睛就会变成凤凰吗？怎么没动啊？飞吧，小凤凰！是凤凰，他居然真的画活了凤凰！画物成真，此等画技只有画仙、沈家老祖才有，没想到这个小孩也有如此高的境界。我就说我能画活凤凰，你们偏不信。娘亲，我不是撒谎的孩子。是你没有撒谎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可惜你不是小宝。实乃天才，实乃天才呀！想不到老鼠活到这个年纪，还能见到这种场面呢！那是不是算我赢了？当然，长眼睛的都能看出这一局你赢。太好了，娘亲，你赢了，孩子哭了。你要真是小宝，干得多好。你个废物！老子重金聘请你过来，你不是大夏最擅长画凤凰的吗？怎么连个小孩都比不过？对不起，吉阳公子，我技不如人呐。坏了老子好事，这只手跟你别想用了。太狠了！滚！都画没赢，沈静阳直接毁了赵晨天的手。比试就是如此，如果没有那个小娃娃，沈银霜也会被赵晨天重伤。二叔，胜负已定，我这不欢迎你们，请回吧。爹，难道我们就这么认输吗？这刀准柴的，就这么放弃了？该离开这里的人是你沈银霜，该离开这里的人是你沈银霜。部长，沈银霜指使这个小乞丐偷走了老祖宗的镇宅之画，他没有资格继续继承祖宅，还请您主持公道。你胡说，我娘亲才没有。来人，抓起来！娘亲，我没有动我。二叔，你方才说我们赢了比试就放过小宝，为何现在出尔反尔？出尔反尔？哼！想必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在这世上，只有我沈家老祖宗，也就是画仙，才能化物成真，也只有他留下来的凤凰图被画上眼睛之后，才能变成真的飞走。而刚才这个小乞丐画的凤凰，
确实跟老祖宗的是一模一样。沈银霜，你说是不是？那是我自己画的，你们没本事，你太爷爷我有。是，在场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是他自己画的。是啊，是啊。胡说八道！沈银霜，你下来的时候还不是那只凤凰，怎么小乞丐上场的时候就和老祖宗的画一模一样？分明是你们趁机调包了。族长，这凤鸣九天图那可是老祖宗的镇宅之宝，价值连城啊！可现在呢，被这个小乞丐偷拿过来，当成他自己的画，而且还被他毁了，这对咱们沈家来说，那可是巨大的损失啊！若如二爷所说，实乃大罪。沈银霜，你承不承认是你指使的？这个事跟我娘亲没关系，你们不要血口喷人。族长，这小乞丐果然承认了偷画调包的事实。我没有。沈银霜，你不承认没有关系，但是这个小乞丐的罪行那可是板上钉钉的。带走。牢狱这种地方，各种大刑，大人都受不住，这小孩怕是有去无回喽。放开我，我没有偷画。大侄女，当初你护不了你的孩子，现在你也护不了这个小乞丐。娘亲，我真的没有偷画，我不想去坐牢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谁都不能动你。好你个沈银霜，如此包庇这个小贼，看起来你和此事绝对脱不了干系。是啊，族长，镇宅之宝被毁，说明这沈银霜啊，根本就没有把家族利益放在首位，这祖宅不能让他继承了呀。沈银霜，此事是否跟你有关？如果我说此事跟我无关，他们必定要将这孩子送去官府，他肯定活不到明天。可如果我认下这个宅子，我就守不住，我的小宝还怎么找回家的路？你们两个坏蛋，不许给我娘亲泼脏水！刚才那只凤凰就是我画的，我没有调包。不信我让它飞回来。二叔，你不就是想要这房契吗？我给你，放了这孩子。如今竟然为了我，连宅子都不要了。小姐，不可以！你苦苦守着这个宅子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等小宝少爷回家。你要是把这个房契给了他们，你们怎么办呀？娘亲，你守住宅子是为了我，现在你让出宅子也是为了我。死老头，你还好意思提那个孽种？要不是沈银霜当年未婚先孕，也不会害得沈氏名声尽毁。沈景阳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放心吧，交出房契就放了。来人啊，把他们的东西都扔出去！不要扔，不要扔啊！这些都是小姐最珍贵的东西。二爷，这些东西也得扔掉吧？都是些破烂玩意儿，扔了。小宝，娘亲给你准备了这些东西，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。小姐精心的准备了这么久，她肯定会喜欢。小宝跟我互动了，看来他真的很喜欢呢。沈银霜，还不老实！这是小宝的东西，你还给我！什么你？现在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我的，与你无关。不过要是你愿意跪下来求我，我倒是可以考虑把给你。
娘亲，别听他们的，他们是骗你的。你们当年抢走了小宝少爷，不是这些东西给小姐留个念想，小姐早就活不下去了。现在你们又要抢走小宝少爷的东西，你们还是人吗？原来师傅说的没错，娘亲不要我是有苦衷的。这些年他一直在想念我，我不是没人要的孩子。沈银霜的父亲当年可是护送过山河设计图，是有过大功的。他怎么可能给他父亲丢人，为了一个私生子金锁下跪？我跪。娘亲不要跪，娘亲不要跪，小姐，娘亲，娘亲。沈银霜，你还真为一个贱种的东西向我下跪啊！你的铮铮傲骨呢？小宝他不是孽种，我跪了，你把小宝的东西还给我。你未婚先孕，败坏沈家门风，这个孽种的东西就该毁了。小宝，小宝，神奇，你毁了我小宝的东西，我要你死！你竟敢为一个贱种的东西想伤害我的儿子！你儿子毁了我儿子的东西，他该死！闭嘴！那个贱种怎么能和景阳相提并论？我小宝不是贱种，他是我10月生下的宝贝。呸！为了一个已经死去的贱种，我看呀，也只有你把他当做宝贝了。已经死去的贱种。你说什么？什么死了？哼！今天我心情好，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吧，你那个贱种啊，我早就把它扔进乱葬岗，被野狗吃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二叔，这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二叔，你告诉我，你是骗我的，是不是？小宝他没死。沈云霜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孽种，他就本不该出生，那是你执迷不悟。我这儿呢，是为沈家清理门户。好一个清理！你不过是觊觎我家的家产，趁着我怀孕生子，想抢走我家的家产，这一切，你不过都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私欲罢了。说什么？怎么被我拆穿了？恼羞成怒了？哼！信口雌土，信不信我今天就杀死你？你敢！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我一定会为了我的孩子报仇。我还要将你沈立川的行径日日大肆宣扬，我看你如何立足。看来这些年是太仁慈了，要你在沈家待了这么久啊！我今天就替沈家清理门户。
亲，只要今天沈泪川杀了，他永远都会被扣上一个杀害兄长遗孤的罪，也算是为小宝报仇了。不好，小姐这是知道小少爷不在了，失去了求生的意志，想要故意激怒沈立川。什么？娘亲，小宝还在，小宝还在呢，小宝没走，小宝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小宝在哪？娘亲，我就是小宝。你这个小乞丐还真是谎话连篇啊！沈一双，你不会忘记了吧？你那个小孽种，他腿上还有个胎记呢。你看看他的腿上哪有啊？他完全就是在诓骗你。我知道你是善意的谎言，但你真的不是小宝。娘亲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快看这里。娘亲不认我，是不是因为这个胎记太丑了？这样就看不到了。哇，真的是啊！真的是啊！我真的看啊，那小孩腿上果然有个胎记。难道他不是乞丐，真是沈银双那失踪多年的儿子？是的，就是这个胎记。小宝，你就是我的小宝！娘亲，我真的是，你终于认出我来了。小宝，怪娘亲，怪娘亲不好，娘亲没早点认出你来。爹，那个小孽种不是死了吗？怎么还活着？活着就活着吧，就一个6岁的小屁孩，能构成什么威胁？娘亲，我还以为你不喜欢小宝，把小宝扔了呢。怎么会呢？小宝是娘亲的心肝宝贝，怪娘亲，娘亲没保护好小宝。娘亲，不怪你，只怪这个坏蛋，让我们分离那么多年。哼，没想到你这个小孽种命还真大，居然还活着。没想到你们这群坏蛋还活着，你太爷爷我自然活着，等着看你们恶有恶报，不得善终的那一天。你怎么跟我爹说话？哎，别跟他们废话，直接赶走。好，这是我和我娘亲的家，为什么要我们走？该走的是你们这群鸠占鹊巢的无耻之徒！哼，小鬼，别忘了，是你调包了老祖宗的画，让镇宅之画因为你变成废纸一张。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抵赖不了。如果我能证明画的那只和老祖宗那只不一样呢？还在狡辩，这分明就是同一只。跟你们这种脑残废说不清楚。族长爷爷，如果我能证明我和老祖宗画的那只不一样，而且还能证明我能复原老祖宗的画，是不是这个宅子还属于我的娘亲？这个自然，只要证明了赢得本次比试，那房契啊，自然还是归你们家所有。族长，你怎么能听信他的话？那你敢跟我打赌吗？如果我能证明并复原老祖宗的话，那你就把这些年从娘亲这里抢走的东西都还给我娘亲，你敢吗？哼，我看你是脑子坏掉了，做什么春秋大梦？怎么，你们是不敢吗？还怕我了吗？我不信你能画活凤凰，更不信你能够复原老祖宗的画。行，我跟你赌，但是如果你复原不了，你们一家子都给我坐牢去！娘亲，相信我吗？相信。小宝不管做什么，娘亲都相信小宝。我也是。还在磨叽什么？不会是怕了吧？记住你们说的话。我倒要看看这小孩子如何能画出凤凰自证，连翰林画院的画师都不能复原，这小孩子也太能吹牛了吧？谁说我是用画的？直接把小凤凰叫回来就好了。飞回来？他以为啊，凤凰是他家养的呀，让飞回来就飞回来呢。我看他吹牛的本事啊，不当叔叔先生白费了。你们这群目光短浅的人，太爷爷我这就让你们长长见识。
啊！天哪！2只凤凰，居然是2只凤凰！他没有撒谎，真的画出一只一模一样的凤凰。太神奇了！不仅能画出跟化身一样的凤凰，还能召唤凤凰。此等能力，怕是化仙来了也做不到吧？怎么样？现在能证明我没有调包，那凤凰就是我画的了吧？能证明是你画，又如何？我就不信了，画活了的东西还能复原？只要复原不了，就还是你毁了画，还是要抓你们一家去蹲大牢。是啊，只听说过化物成真，没有听说过真的东西还能复原成画。哼，那你们就睁大眼睛看好了。小凤凰，你就自己飞回自己的画里去吧。哇！复原了，真的复原了！2只都复原了，看来啊，之前的凤凰真的是他画的呀。老身要不是亲眼所见，肯定不相信世上有这种奇事啊！沈家总算后继有人啊！小孩居然有这种本事！喂，证明了自己，还复原了老祖宗的画，现在该把我娘亲的房契还给我了吧？怎么，你要反悔是吗？爹，不能给他呀！谁知道这幅是不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镇宅之画了？这小鬼心眼贼多，居然能画的一样。万一是他拿自己的赝品冒充的呢？我能证明这一幅啊，确实是老祖宗留下的镇宅之宝。你证明？你能如何证明？我看你和沈银霜他们是一伙的，故意偏袒他。你竟然如此揣测老身！所以你们又想赖账了，对吗？哼，景阳说的对，那2只凤凰是一模一样，你怎么证明就是老祖宗那幅图啊？死鸭子嘴，不要脸！娘亲，跟这种人讲道理是没用的。要想夺回自己的东西，你得用武力解决。哎，小宝，精彩，实在是精彩！我竟不知道有人能把白的说成是黑的，当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你又是谁？这是沈家的家事，与你无关，滚出去！混账东西！这是翰林花院的叶枫大人。叶大人，犬子无状，还请叶大人见谅。叶大人，小的有眼无珠，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娘亲，他是谁啊？怎么这2个坏蛋都挺怕他的？翰林画院啊，是所有画师都梦寐以求想考进的地方，那里聚集着大夏最厉害的画师，而他就是翰林画院的掌权者，也是太子的老师叶枫。沈家这些年没落，原来是有人一心搞内斗，欺负人孤儿寡母啊！叶大人，这是误会，这是误会呀！误会？刚刚我可是亲眼目睹了全过程。你们不是要人证明吗？我能证明这些话就是真的，你们可有意见？叶大人，既然叶大人说是真的，那这幅肯定就是真的。大侄女，刚才那就是一场误会。既然现在这个误会解除了，这地契就交还给你了。还有我娘亲的良田商铺、金银珠宝呢。我马上就去取，我马上就去取啊！走。来，小宝，多谢叶大人。哎，我也是实话实说，当年我有幸受华仙大人指点，才有了今天。他老人家至今不知所踪，你们沈家没落多年，如今出了这么一位天赋异禀的后人，也算是后继有人了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来还有一事。2天后，在翰林画院会有一个拍卖活动，届时会有许多名流画师来切磋。你们沈家沉寂了这么些年，也是时候大放异彩了。
娘亲，宅子和珠宝都赢回来了，你怎么还满面愁容啊？娘亲没有。娘亲，可是自从那个叶大人给你请柬之后，你就满是心不在焉的。你是不是很想参加那个拍卖活动？经过今天这么一遭，我算是明白了，只有自己变得强大，才能保护想保护的人。小宝，这么多年，娘亲的画技还是平平，就算是去了，也是给沈家丢人罢了。娘亲别怕，小宝陪着你呢。娘亲不怕，有小宝陪着。爹，要不是那个叶枫，我们也不用把好不容易挣来的东西就这么还给了沈银霜。只是暂时保管而已。明天我们去拍卖会，拍上几幅好的作品，再搭上更有权势的人。到时候，我要让沈银霜把沈家的一切全部都给我吐出来。娘亲，这就是那翰林画院。是啊，这就是每个画师都梦寐以求的学院。每年画院都会有一日拍卖会，大家既能拍卖名作，又能互相切磋，也算是提升名气最快的办法了。那我们快进去看看。画仙弟子到！哎呦喂，什么风把您刮过来了？快请进。小心啊，小心台阶。小胖子谁呀？居然不用下轿就直接被这么抬了进去。那可是画仙唯一的亲传弟子，身份尊贵，当然不需要下轿。他是画仙弟子，那我是谁？老祖宗消失这么多年，竟有亲传弟子，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？我们是荣城沈家，这次特意受叶大人邀约前来参加此次拍卖会。荣城沈家？你干什么？哼，荣城沈家早就来了，竟敢冒充，赶紧滚，别在这里碍事儿。原来沈景阳早就来，还冒充我们的名。这个叶枫，让人来又不让人进，这不是耍人吗？叶枫，快来管一管！居然敢直呼叶大人的名讳，张嘴！住手！想必二位就是老师说的沈家后人吧？老师进宫不在，特意让我来迎接二位。你这是走路都在画画？孙某画技一般，只能勤能补拙。有劳孙大师。你知道我？大夏排名第3的画痴孙斌，谁人不知呢？听老师说，前几日沈家出了一位画活了凤凰的天才，难道就是你？孙某一生以画仙为目标，可惜他已归隐山林。如今沈家出了位天才，不知可否与在下切磋一二？这人果然是画师，只会画画的白痴。你先带我们进去吧，拍卖会都快开始了。抱歉。切！娘亲，他还真是只会画画。娘亲，这不是画仙的拍卖会吗？我怎么没看到作品啊？如今这拍卖会，阿猫阿狗都能参加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懂画。娘亲，你刚才有没有听到狗叫是吧？小鬼，你骂谁呢？娘亲，这狗还挺通人性，知道我们在骂它呢。大胆！你是何人？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！弟兄，别气怒，我这堂妹啊和她私生子没见过这么大场面，让你先笑了。怪不得，原来是他呀！沈二爷，
你得多管教管教他们，免得出来给你沈家丢脸。唉，吵死了！听说江小公子是华仙的关门弟子，刚出关不久，没想到居然是个小孩子。我也听说他深得华仙真传，画技不在排行之列，没有人能摸清他的真实实力。师傅什么时候背着在外面收徒弟啊？各位，江少公子给本画院提供几幅画仙遗作，今天不论什么身份、什么背景，价高者得。自从华仙归隐山林后，就再也没有亲自出现。这几位遗作可谓是价值连城啊！爹，老祖宗的作品，我们必须买它，日后说不定可以用它结交权贵。这话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哎，小宝，你又在干什么？哎呀，我的画，我的画！哦，所以画是假的，身份也是假的，我还是师父唯一的弟子。这第一幅画起拍价10万两，不愧是华仙的作品，简直精妙绝伦，我愿意出价30万。我出50万，100万两黄金。娘亲别拍，这幅画是赝品。真的？可是那老祖宗关门弟子提供的，这能有假？哎呀，那人也是假的，假弟子提供假画，娘，你信吗？哟，沈银霜，你怎么不拍了？这可是你沈家老祖宗的画作，你不会没钱拍不起吧？我们是拍不起，但我二爷爷肯定拍得起，毕竟都是沈家人，他绝对不会让老祖宗画作给外人拍走的，对吧？哼，还用你说？你们穷不代表我们没钱，我出100万，200万。你们沈家人要是敢跟，我就以全部家当跟你们较到底。唐叔，你怎么不继续跟了呀？老祖宗画作都快被李斯拍走了，你不会是没钱了吧？冷静点，这才第一幅，让给他。还有更高价吗？200万成交，恭喜李公子。那就承让了，各位。要不下幅画勉强让给你们呢？第二幅画起拍价依旧是10万两。100万！哼，一个个没见过世面的人。这小孩疯了吧？人家是10万往上加，他直接100万。切！二爷爷，毕竟都是沈家人，你不会和一个小孩抢画吧？哼，所谓价高者得，凭的就是实力。我出200万，210万。沈小宝，你这一开始100万，现在才加10万，是不是没钱了？你现在跪在地上磕个头，我给你加。哼哼，我不是没钱了，我是怕你们没钱了才慢慢加的。你还是多担心自己吧。250万，还有比250万更高价的吗？小宝，你怎么不加了？没关系，可以加。娘亲现在有钱。不拍了，娘亲，这幅画也是假的。那你还……你是故意的？谁让他们欺负娘亲？哼，还嘲笑我们，这就是让我以最高价，让他们拍下一副赝品。小宝，
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加价到250万就不会往上加了？很简单呀，因为第一幅画200万的时候，他们就有些犹豫了。所以我才故意加了10万，这样他们肯定不会担心。为了防止我继续加价，直接抬到250万，这是他们最后能支付得起的价格。不愧是我儿子，真聪明。成交，恭喜沈家。哎呦，我说大侄女啊，你们这样还真是太没有魄力了，是成不了大事的。主要是没钱，那要是有心想拍，也拍不到啊！你们笑什么？怕不是拍不到老祖宗的作品，受刺激啦？我笑有些人花了那么多钱，拍了幅赝品，还不自知。我看你钱多烧的话，就喜欢赝品吧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竟敢质疑老祖宗的作品！江小公子可是画仙徒弟，有些人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你也别嘚瑟，你拍到的也是赝品。放肆！你一个小孩连画笔都没摸过，就敢在这里造谣！来人，给我赶出去！等等，这幅画确实是赝品。啊？这不可能啊！你凭什么说我200万拍的画是赝品？孙大师是叶枫大人的得意门生，他不会说胡话。我常年研究画仙画技，对他的画作习惯十分熟悉。这幅画虽然仿得很完美，但是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，那就是画仙的每幅作品都有一个留白。没错，就如同沈家镇宅之画里的凤凰没有顶上眼睛一样。这不可能！江小公子，他们胡说八道的，对不对？爹，我们的不会是假的吧？不着急，他是假的，并不代表我们拍的也是假的。你们拍的更是一眼假，仿的还不如他们那幅呢。这你懂个屁！你都没有见过老祖宗的作品，凭什么一口咬定是假的？因为真的在我师傅书房，被我不小心一把火给烧掉了呀。你师傅老祖宗的关门弟子只有江小公子一个。是啊，李斯那幅是赝品，不代表所有的都是赝品啊。而且这可是江小公子专门提供的，人家可是正八经的画仙关门弟子，这怎么可能有假？这一幅确实和李斯那幅不一样。爹，我们是真的。这幅画更是假的离谱，线条色彩粗俗僵硬，还不如普通画之所作，毫无收藏价值。这用全部家当拍下这个作品，如果是假的，我们可就全完了。你早知道就是假的，对吧？一直跟我们竞拍，让我们花所有的价钱拍下这个赝品。谁让你们欺负我娘亲？这是你们应得的。你不对，这是江小公子提供的，这画不可能有假。看来你对我师傅的画很有研究啊。画仙是我最敬佩的人，我这一生都在研究他的画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比我一个关门弟子还了解我师傅的画？死装狗！你想说什么？这2幅画是我出师时师傅送给我的画。难道你想说师傅送给我的是赝品？画仙怎么可能给赝品？是啊，孙大师再怎么对画仙的作品有研究，能清楚得过人家关门弟子吗？所以这画肯定是真的。他说他是画仙徒弟，万一他不是呢？哼，他不是，难道你是？你们不仅质疑我的画，还敢质疑我的身份。如果他的身份是假的，那一切就都说通了。你们质疑我的身份，
那我们就比一比，你这个大夏第三，到底有没有资格跟我比较？那我们就比一比，谁先画出这幅牡丹图，算谁赢。这画痴这会儿不犯糊涂了，想利用江小公子让他露出破绽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上钩啊。孙大师虽然是排行榜第3的画师，可江小公子是画仙的关门弟子，实力未知。他们怎么如此和谐？竟然真的在默默画画。江小公子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我一定可以画出来的，我一定可以的！父亲，不要打我呀！小宝，我看孙画师好像不太对劲吧？不好，他进入幻境，要走火入魔了！娘亲，我们和他是一边的，我们得帮帮他呀！排行第3的画师都斗不过江小公子，我们能行吗？注视，然后注视。该结束了。孙菲菲，醒来！江小公子，孙画师是今天没休息好，状态不佳。你这样赢了他，实在是没有说服力。不如我和你比。要不是小宝，我都不敢上来挑战。他居然破了我的幻境！刚刚要不是因为沈银霜，孙膑就输了。沈银霜，你疯了！连孙膑都不是对手，你居然敢上去挑战，赶紧滚下去！沈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你刚才差点走火入魔了。走火入魔？可是我刚刚……我想起来了，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。看来小宝说对了，从来没有人能破我的幻境。好，就你来跟我比。沈银霜，人家孙大师好歹是排名第3名的画师，你个废物也竟想与别人比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。小宝教了我心法口诀，那不会出什么大问题。我来吧。娘亲加油，打假成功！姑娘，等我回去处理完自己的事情，就来迎娶你过门。姑娘，告辞。不自量力的东西，我要让你知道挑战本公子的下场。不好，他使用了禁术幻境迷宫。练画画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的练好基本功，不能偷奸耍滑的，更不能为了提高画功去练禁术。师傅，什么叫画画禁术？比如这幻境迷宫，它就是利用人最底层的恐惧和执着，让对方深陷其中，不能正常的画画。瞧沈银霜一哭一笑的，莫非是画疯了？
一直听说他资质平平，估计是画不出来急哭了。不好，那个心法对普通幻术可能还有用，但是幻境迷宫，娘亲根本招架不住。沈小姐，不要！娘亲，小鬼，你也知道你们要输了。待会儿江小公子赢得比赛之后，我看看谁还敢说我买的画是赝品。刚刚就是你娘在惹事，不然比赛早赢了。你现在休想坏事！娘亲，你放开我！比试结束之前，我是不可能放开你的，正好让你看看你娘是怎么输的。已经晚了，本公子画完了。小宝，小宝，我刚刚好像……大家快看啊！沈遗孀在画纸上画了个男人。陈双，比试说画牡丹，你竟然把思春的男人画出来了！小宝，我刚才是不是也进入幻境了？对，娘亲，是他用了歪门邪道。江小公子这牡丹图画的真好啊，不愧是画仙的徒弟，跟画仙那幅不相上下呀。确实不相上下，简直跟那赝品一个画风。孙大师，虽然你是大夏排行第3的画家，但是你今天中途离场，根本没有资格评判江小公子的画。大家应该是有目共睹的，江小公子呢是提前完成了牡丹图，而沈银霜呢，你连自己要画什么都忘记了，胜负已分了。对付这群蠢货也太轻松了。大侄女，你就是再思春，也没必要在比试的时候画出来吧？怎么着？你是生怕大家都不知道吗？啊！娘亲，不要听这些话，是他用禁术害得你难堪，我一定要为你报仇。江小公子已经用他自己的画技证明了他自己的身份，所以说呀，刚才咱们画仙的几幅作品，当然就都是真的。等等，你这个小野种又想干什么？都说画仙能够化物成真，可是他的牡丹怎么没有成真？难道说他根本就不会？你懂什么？杀机器人用牛刀。这么说，你就是会喽？那我们比试一场化物成真，你敢吗？江小公子，你就跟他比，让他认清自己几斤几两，顺便让我们也长长见识。爹，他之前把凤凰画过。闭嘴，这就是一巧合。要不是叶枫，我们上一次也不会输。对，让江小公子好好教训他。你看起来似乎比那两个强一点，这么比没意思。再添点彩，谁输了谁自断经脉。扭断画笔，你敢吗？不，小宝，不行，你不能答应他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娘亲，化物成真，我手拿把掐，包赢的。哼！本公子倒要看看你内心深处的执念是什么。太极，我差点被反噬了，看来只有用那招了。大家请看，不愧是江小公子，居然真的能化物成真。我仿佛闻到了花香。
太妙了！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种神作呀！毕竟我可是师承画仙，这点小技术都不会，那可不是要惹出个笑话。既然无法用幻境控制的南海，那就用幻境控制这些人，让他们以为我真的化不成真了。我说大侄女啊，你还是赶紧把你那个小野种叫醒，起来认输，别在这浪费时间了。二叔，你还是先担心自己吧。用全部家当买下了一部赝品，你以后可怎么活？我看你还嘴硬到什么时候？我相信小宝，他有信心就一定可以的。师傅，那万一有人误入歧途，用了这种禁术怎么办？那就见一个治一个，断了他们这种心思。走啊，各位。任小宝，人家江小公子都化物成真了，你全程都睡过去，我就没见过比你更壮的人。赶紧自断经脉，别浪费大家时间。这就是你画的？当然。哎，你这什么态度？你画不出来还不服别人？谁说我画不出来？不信，你来看看。看什么？你别说，你在梦中做了一幅画，还画活了。化物成真，真的化物成真了！小宝帅的画活了，还引来了蝴蝶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小孩居然也化物成真了！这不是画仙的绝技吗？怎么他也会？爹，他又化物成真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别急，再等等。江小公子，这画仙的绝技不应该只有你一个人会吗？这怎么他也会？这个小鬼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我不会的技能，他却这么轻松就做到？两个人都化物成真了，这怎么算输赢？当然是江小公子赢了，毕竟是他提前完成了这个画作的。就算他会又如何？只要我会幻境迷宫，大家就会认为我也能化物成真。给你看，江小公子的画也引来了蜜蜂。别指我！不要指我！笑什么笑？这些蜜蜂都是我画的牡丹花招来的。你是说，是你画的这个东西招来的？什么情况？这幅画刚刚的牡丹花还是活的，怎么这会儿功夫没有变化了？难道出现幻觉了？是刚刚那幅，没错。为什么幻境迷宫对他们没效啊？难道是……原来这才是你画的画，你根本没有化物成真，之前都是你装的。不是，我明明成真了，你们亲眼都看见了，一定是你掉了包，把我的画换了一下。对，你这种反派能不能换点台词啊？自己不行，还非要泼你太爷爷我脏水啊？对，我们刚刚都看到了牡丹花成真了，一定是你调换了江小公子的画。不可能，小宝少爷刚刚一直是闭着眼作画的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我听说有一种禁术可以让人进入幻境，说不定啊，我们现在就在沈小宝编织的幻境当中。说得对，他的资历怎么可能化物成真？化物成真，我3岁闭着眼睛就能做到，有什么可稀奇的？还有，今天场上确实有人使用禁术，不是我，而是他。你血口喷人！你说我使用禁术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就是证据。刚才我就是在比试中进入幻境，才走火入魔的。要不是因为幻境，我怎么可能莫名其妙画出一个男子？这么说的话，确实这样。孙大师可是叶大人的得意门生，
怎么可能轻易走火入魔呢？是啊，而且谁会在重要的比试中画一些不相干的东西？这么说起来，他们在跟江小公子比试中确实举止异常，想来应该就是进入幻境。你究竟是谁？太爷爷我自然就是你口中的画仙，沈家老祖的唯一亲传弟子沈小宝呀。要不是下山才知道沈家老祖宗就是画仙，我还不知道师傅就是我的老祖宗呢。你输了比试，现在该履行约定了吧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说你是画仙的徒弟，你有什么证据？看来是刚才还没被遮够，想让我再画一批给大家来，是吗？你使用禁术，必定残害不少人。要不我断你经脉，要不你自己来，你选吧。哼，那你先打过我这些护卫。来人！你打着我师傅的名号出来招摇撞骗，哼，还拿着赝品出来毁他名声，但你却不知我师傅为人正派，绝不可能让你使用禁术。对，岂能让他诋毁画仙？这可是害人的功法，必须断他经脉，以免以后害人。你不准动我！我父亲可是当朝丞相，你动了我，他肯定不会放过你。沈小宝，你疯了！江小公子可是丞相的儿子，你动了他，置我们沈家于死地吗？他说他是丞相儿子，他又如何证明？你们去把我父亲叫来！就算你爹是丞相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哼，就算你爹来了，我也要断你经脉，让你不再画画害人。沈一双，你可知道诬陷丞相之子使用禁术，到时候我们沈家会是什么下场吗？你们别忘了，就算他没使用禁术，在比赛前就已经说好，先输的人要刺断经脉，从此绝笔。哼，孙大师，就算你的师傅是叶枫，能比肩丞相吗？竟敢来凑热闹！孙某一生爱画画，只是见不得有些脏东西污染了画坛。沈银霜，你就管管你这个小孽障吧！难道你非要看到他得罪丞相大人吗？小宝是凭自己本事赢得比赛，无论他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他。看来你是不愿自己动手，那就我来帮你。谁敢伤我儿？谁敢动我儿？大家快来，丞相来了！爷，我手好疼啊，我再也不能画画了。啊，这拜见丞相大人。免了。大人，就是这个沈家的小野种伤了小公子。嗯，是你干的？是你太爷爷我为民除害。哼，为民除害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伤我儿？丞相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江小公子他使用禁术，这是大夏律法严令禁止的。禁术？什么禁术啊？你们有谁看到了？大人，我看到了。刚刚比试的时候，小公子使用了幻境迷宫，差点让我走火入魔。走火入魔？呵呵，你不是叶枫的弟子吗？是你学术不精，还是他教导无方啊？你放肆！就是叶枫见到本相，也要礼让3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在我面前说话！我再问你们一遍，还有谁看到了？没有，是他们3个人沆瀣一气，诬陷江小公子使用禁术。是啊，还说他才是画仙弟子，我看就是嫉妒江小公子的身份，故意抹黑。
你们一个个刚刚还义愤填膺的要处置江小公子，怎么现在都不承认了？林霜，民斗不过关，看着吧，这是你二叔今天给你上的第一堂课。丞相大人，草民也作证，就是我这个伤风败俗的侄女和他的小野种诬陷了江小公子，还请丞相大人严惩。好，民意不可违。哼，你伤我儿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，让我看看先挑断你哪只手。不要！大人，且慢。怎么？你要给他求情吗？不，沈小宝伤了江小公子，那是罪有应得。只不过呢，像他这种下贱的孽种，就不应该脏了您的手，还是交给小人来代劳吧。二叔，听说你们同为沈家人，你也下得了手？丞相大人，实不相瞒，其实啊，我对这个小孽种早就看不顺眼了。如今他目无尊长，不服管教，犯下了如此大罪。既然沈银霜他这么溺爱这个孩子，我作为沈家的长辈，理应管教，理应管教。爹，刚才那小孽障要回我经脉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护着我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你来。你们沈家的事儿自己解决，不要玷污了本相的名声。不，二叔不行，我求求你，你放过小宝，你不要伤害他。沈银霜，谁让这贱种命好，还跑了回来，得罪了丞相大人，他就该死。不，小宝他不是孽种，他是无辜的。哼，无辜？当年他出生就害得我们沈家落寞，现在又闯了这么大一祸，他就是一个扫把星。小野种，如果不是你，沈家老宅早就是我的了。且慢，沈家母女是我老师请来的贵客，你们这样处置他们，不怕我老师问罪吗？丞相大人刚才已经说了，就算是叶大人见了咱们丞相大人，也得礼让3分。况且沈某，我这是在处理家事，就算叶枫大人来了，他也管不着。说的极是啊！哼，你这个老东西和这个老古官还真是一对。呸！好啊，你敢当面辱骂丞相大人，看我今天不好好收拾你！有本事就杀了我！你是不是以为我会断你的手筋了？我知道你武力高超，我只是封了你的经脉，然后再慢慢的折磨你。这个老东西，你真卑鄙！二叔，你不要伤害小宝，我是他的娘亲，有什么冲我来。放心吧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，你们2个一个也逃不掉。说得好。这个小野种也有今天，真解气啊！让你质疑小公子的身份，还要挑断人手筋，真活该！打他，给我用力打，让他敢跟本公子作对。小野种，要怪就怪你的娘亲，谁让他当年不检点，偷偷的生下这个小野种，还把你惯得无法无天。他不教你，我来教你。二叔，我求求你，是我错了，我是小宝的娘亲，我愿意代他受苦。娘亲，我没事。小宝，丞相大人，小宝他只是一个孩子，怪我教导不方，你们要是惩罚，就惩罚我吧。俗话说，养不教，父之过。
沈小宝这个没有爹的，就是沈银霜这个当娘的没有教好。一个野种而已，早就该和沈银霜一起进猪笼了。不，小宝他不是野种，他不是，他爹说过，他会回来找我们的。沈银霜，我看你还真是执迷不悟啊！哼，你既然说这个奸夫要回来，行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啊！只要你今天说出了这个奸夫到底是谁，我就请咱们的丞相大人免你一死，免得大家伙说我这个二叔被亲侄女下死手。不知道？哼，那你怎么还敢说你不是水性杨花生下这个小野种？爹，我看他不是不知道，是没脸说。他从怀了野种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，人家根本都忘了他。不会是什么有妇之夫吧？是吧，孙大师？未知全貌，不予评论。君子有所言，有所不言。瞧你说的是什么话呀？你不会也被这个小贱人勾引了吧？休得胡说！你们这群坏蛋，不许说我娘亲！就允许你娘做得出来，就不允许别人说呀？哼，古往今来，未婚先孕的女子就该进猪笼。她倒好，生下了小孽种，还带出来招摇过市，真是不要脸！听见没，沈银霜，像你这种荡妇，让家族蒙羞就应该沉塘。当年是我心慈饶过了你，但这今天，除非你说出了这个奸夫他到底是谁，要不然我就会替沈家清理门户。你敢！我想起来，之前沈银霜画了一副男子像，莫非那就是奸夫？沈银霜，说这是不是奸夫？他到底是谁？难不成真是有妇之夫？沈银霜，那你就和这个野种一起沉塘。大家都来看看啊，有谁知道这画像上的男子是哪家的官人？沈家重重有赏。爹，你认识那画像中的男子？这画像男子怎么有些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？大人，难道你知道画中男子是谁？啊，一个奸夫，本丞相怎么可能认识他？沈银霜这么羞于说出口，不会连有妇之夫都不如吧？哼，就连豆画都想着老情人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赶紧交代，他究竟是谁？闭嘴！我娘亲没人，是你们一个个诽谤我娘亲！姑娘，我被人下了药，有人在追杀我，求求你救救我，以后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。你没事吧？姑娘，等我回去处理完自己的事情，就来迎你过门。他不是奸夫，他说过他会迎娶我过门的。他是谁？我真的不知道。看他就是嘴硬。爹，像这种女人，不教训她是不老实的，还是上家法吧。我敢！你们要是伤了我娘亲，我一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！你个小屁孩，你自身都难保了，你还在这放狠话？沈玉川，你要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我就让大家来看看你这个荡妇到底是什么样子！不要！娘亲！不要！娘亲！抽鞭子喽！抽鞭子喽！
这个狗官，让他们欺辱我娘亲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的！你个混账东西，还敢骂大人！等一会儿收拾完你娘，就收拾你。哎，你就别费力气了啊！你刚才受了我2掌，虽然你的内力并没有完全的消散，但是呢，已经是混乱不堪，根本没有能力反击。你就好好的看看你娘亲受罚，长长记性吧。果然是自家人，知道怎么收拾自家人。沈一双，你既然不肯说出那奸夫到底是谁，那你就交出沈家的全部家产，要不然哪一天你就会因为一个野男人而败光沈家的一切。沈立川，原来你做这么多，打的还是这个份。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不守妇道的人，就根本没有资格继承遗产。我这么做的一切，那都是为了沈家。为了沈家，你冠冕堂皇，为的不过是你一己私欲罢了。混账东西！娘亲，这个死老头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一定要替我娘亲报仇。我们好怕呀，也不看看什么情况，你有没有机会？大侄女，这鞭刑不好受吧？只要你自愿的交出家主之位，然后呢，给丞相磕头认错，我就饶你半条命。你可要知道，在今天可只有我能救你啊！你说的是真的？只要我答应，你就放了我们？那是当然。好。来，看看，你先在这上面把手印按下，然后再给丞相磕头道歉。沈立川，你为了抢走我父亲的家产，还真是做足了功课呀。可惜，我不能为了自己苟活，就把我父亲的家产留给你。沈一双，你个贱人，你耍我们！说你们笨，以为我娘像你们一样，为了目的毫无下限。好，沈一双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父亲，为了沈家，因为你沈家没落，因为你儿子沈家得罪了权贵。沈一双，你是当真要做沈家的千古罪人吗？你罪人是你沈立川，沈家因为谁落，你比我更清楚。这些年，我因为未婚先孕，忍受了你一切诋毁，而你呢？你变本加厉，还想侵占我父亲的家产。所谓为了沈家，不过是想侵占我父亲的东西罢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怎么，恼羞成怒了？你冠冕堂皇为了沈家，为了我父亲，可你现在做的是什么？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，让沈家成为全京城的笑柄。沈立川，你满口仁义道德，实则虚伪至极。还有这种事儿呢，真是闻所未闻呐！小声点，人家现在可是江丞相面前的红人，小心惹祸上身。你不要胡说，是你自己不检点，招奸夫生孽种。你现在反而来埋怨起我的不是了。好，我今天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贱人。住手！沈二爷是在泄愤还是在教育？再这样打下去会出人命的。走开！这是我沈家的家事。事情发生在翰林画院，就不是家事。身为老师的弟子，也不允许你在这里染上人命。孙大师，刚刚就说你对沈银霜感兴趣，你不承认，
现在大家都没意见，就你跳出来护着他，你俩不会真有一腿吧？李斯，你再污蔑我和沈小姐的关系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就算这染上人命，我也会回宫向皇上禀报。别不知好歹！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！放开我！沈银霜，现在可没有人能救你喽！要打要杀，悉听尊便。狗贼！要是对我娘亲怎么样，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！果然是一对母子啊！小鬼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呀！狗官，做人行凶一定会受到报应的，到时候我就要看看你和你儿子是什么下场！孽种，你敢骂大人？不仅骂他，我还要骂让他坐上高位的狗皇帝！真是眼下，让这种大夏蛀虫坐上丞相的位置，大夏哪天迟早得完！怎么感觉有人在骂人？小孩，皇上，这不是当年救过朕的那个女子吗？这么多年，总算有线索了。走。这么多年来，你究竟在哪儿啊？有什么线索了吗？参见皇上。怎么是你啊？翰林花院今日有拍卖会，你不去那儿，来朕这做什么？皇上，您还记得沈家家主吗？自然记得，当年沈家家主为了护送江山社稷图，壮烈牺牲。这么多年来，朕一直在等沈家重振旗鼓，委以重任。只可惜后来衰败了。不，皇上，前天我去过沈家，见到了个人。皇上，东瀛画师还在使馆叫嚣，要与大夏画师比试。如今咱们排行榜上第2位画师输了，还被他们说什么？说咱们大夏画坛无人，要是再输，就让您革出10座城池。放肆！去找丞相的儿子来，他是华仙的徒弟，定能战胜他。是。皇上，臣此次前来就是为了这件事。臣觉得有一个人比江小公子更合适，就是沈家家主的后人。沈家后人？沈家早就不复当年了，现在沈家更是连一个排上画师排行榜的人都没有。你在同朕说笑？哎，皇上，这位后人就是沈家现任家主沈银霜失散多年的儿子。臣见过他的画技，绝对是个天才。他们现在应该就在翰林画院。好，朕还从未听你如此夸赞过别人。朕现在就与你一同去见证见证。好你个沈小宝，敢骂皇上！你可知这是诛九族的大罪？就骂他怎么了？哼，你不仅背着他骂，而且要是他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也要骂他是个昏君，让朕这东西当丞相。闭嘴！小宝，你们还是人吗？丞相大人，这小野种从小缺少管教，他的话就没必要放心上了吧？本相没有必要跟这种野种计较，只是你们沈家出现了这种荡妇，真的是伤风败俗啊！大侄女，二叔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当真不肯说出那个奸夫到底是谁吗？好，既然如此，你也别怪我无情。丞相大人，请您为小人做主。说，沈银霜生活不检点，有辱门风，小人请求允许我将他进猪笼陈塘，以正民风。进猪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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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猪笼。我大夏竟然还有这等丑事，早就该严命正处了。
儿子，你不是没有看过金猪笼吗？想不想看啊？想看想看。上猪笼，上！不行，我不能死，我死了小宝怎么办？沈凌川，你们这样对我，我父母在天之灵不会放过你们。哼，就算你父母有灵，也不会允许让咱们沈家蒙羞的。大侄女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吧。来人！不行，小宝，小宝！从这里到河边一共半个时辰，半个时辰之后，你娘就死了。哭两声吧，尽尽孝。妖姬，走！妖姬，哼，这群还杀千刀的，绝对不会饶过了你们！骂吧骂吧，反正一会儿就轮到你了。爹，他那双眼睛好可怕，不如先给他挖了吧。好啊，听到没有？我儿子不喜欢他那双眼睛。好的，小的这就处理。哼，小野种，你居然敢瞪小公子！等我把你的眼睛挖出去了以后，就让你下去和你娘亲团聚。皇上驾到！皇上这个时候怎么来了？万岁万岁万岁！行了，都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沈家后人何在？小民沈立川参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怎么就你一个人来觐见朕？沈氏母子呢？皇上怎么专门问那个贱人？他怎么那么像沈银霜画像中的人？皇上，沈银霜生活不检点，现在呢又是纵子行凶，已经被草民用家法处理了。混账！朕都没见到人，你怎么敢先处置？这画像上怎么？这不可能，应该只是长得像。你们这群狗贼，仗着有狗丞相撑腰，就从这儿颠倒黑白，还害死我娘亲。就算死，我也会变成厉鬼，永远缠着你们。在皇上面前，你还敢找死？小爷我就放肆，怎么了？哼！还有你这个狗皇上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罪魁祸首就是你。大胆！你是何人？竟敢辱骂皇上！皇上，他就是我那侄女生下的小孽种，还被他养成了嚣张跋扈的样子，请皇上一定严惩。皇上，就是他。沈小宝，完了！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骂皇上，这下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没人能救得了你。你就是沈银霜的儿子，你可知辱骂朕是要当众凌迟的？看来是我多虑了，皇上只是跟那男子长得像。太爷我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你的丞相都给我娘亲沉塘了，我就要骂你这个昏君！皇上，你看这个小逆童真是死不悔改。我在此恳请皇上立刻处死沈小宝。请皇上处死沈小宝。他如此大不敬，朕应该生气，为什么看着他，朕却气不起来呢？怎么我才不在一会儿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？皇上，依微臣所知，沈小宝绝非大逆不道之人，还请皇上查明真相。如今皇上连叶枫大人的劝告都听不进去，看来是真正怒了。沈小宝，你也听见了，你娘之所以被处死，是因为未婚先孕，坏了家风。胡说！要不然，这也是我们沈家的事。是你的狗丞相，他儿子冒充画仙身份来斗画，是
凭禁术还输了我，他凭什么替沈家做主？他凭什么给我娘亲陈塘？皇上，他撒谎，他嫉妒我儿身份，诬陷我儿使用禁术，故意伤害我儿，害得我儿少废了，再也无法画画了。是啊，皇上，沈遗孀纵容这个小野种伤了江小公子，小人呢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这才家法处置，和咱们的丞相大人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是啊，皇上，我们都可以作证啊。皇上，我的手好痛呀，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你们这就是狗仗人势。皇上，沈银霜虽未婚先孕，但沈小宝的确是绘画奇才，不如让他戴罪立功。皇上，我的手好痛啊，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行了，闭嘴，皇上。皇上，朕让你闭嘴，别吼了，吵得朕头疼。朕为何会因他就喜？皇上，那个野种把我儿手给废了，一身的画技全都浪费了，这也是整个大夏的损失啊！还请皇上为吾儿做主，讨一个公道。杨大人，这是在逼皇上。微臣只是想讨一个公道而已。皇上，当务之急是找到人与东瀛使者比试，我们可不能再输了。皇上，江小公子他可是画仙的徒弟，要不是手废了，一定能够当此重任。这全是这小野种惹的祸。哼！皇上，那不如就让沈小宝前去一试。什么？一个有罪之人，如何能堪以重任？皇上，沈小宝刚才赢了江小公子，他比谁都适合。国事当前，能者居之。皇上，臣恳请让沈小宝戴罪立功。好，爱卿所言极是。沈小宝，朕派你去跟东瀛比试，你可否愿意？我不愿意。沈小宝，朕派你去跟东瀛比试，你可否愿意？我不愿意。我娘亲都快被陈塘了，你们大夏的事又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沈小宝抗拒不尊可是死罪，接连几番得罪皇上，我就不信你还能活。我就要我娘亲，你们还给我！倒是个好孩子。皇上，你听这个野种冥顽不灵，还接连忤逆皇上，真是不可用啊！小宝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，想要去救你娘亲，可是现在国事当前，没有什么比国事更重要的。如果你想要救你娘亲，洗清冤屈的话，那么就必须借此机会赢得比试，否则你和你的娘亲只有死路一条。可是我娘亲现在就被抬去陈塘了呀，就要死了，所以我们才要赶在1个时辰之内赢得比试。那我如果赢得比试了，你会救我娘亲吗？小宝，朕答应，只要你能赢得比试，朕替你们做主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皇上，江大人慎言，国事当前，不要夹带私人恩怨了。哼！丞相大人，您别生气，就让他去比。您忘记了，我已经封了他的经脉，他现在就是废人一个。你想想，如果同外国使者斗画时输了，不用管，就是皇上也不会让他活。对吧？你们大夏的画师这点水平吗？看来你们国家全都是废物。好大的口气！大夏皇帝，不是我看不起你，已经连输2场了。你们现在还有人敢上来比试吗？只要有人上来敢和我比，赢我1局，就算你们赢。皇上，刚才跟他比试的都是排行榜上第1、2名，全都输了，现在无人敢应战。皇帝，要是还没有人敢上来应战，要不你直接认输，割10座城池给我们，我们呢也就算了。比什么？
皇帝，你们大夏是真没人了吗？居然派来一个小鬼和我比！废话那么多，到底能不能比？不能比，你下去换人上来。太爷爷，我赶时间。哼，你个小鬼头，真不大，口气还挺大的。你输了，可是要喝10座城池的。这使者是在给沈小宝上压力吗？你是不是不行啊？不行，你直接认输好了。我真的很急。好，这一轮我们比试画对方，谁先画出来，就算谁赢。当然，看在你这个小屁孩的份上，只要赢我一局，就算你们大夏赢。骑马威风，手不灵活。还以为你这小屁孩有什么本事呢？这么一看，连个笔都握不住啊！比试现在开始。娘亲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来救你的。不是画人像，他怎么在画草啊？他到底会不会画画？这不是白送？这沈小宝手里什么时候多了一棵草啊？从哪里来的？居然直接生吃了！故弄玄虚罢了。我早就把他的经脉给封了，他是画不好的。沈小宝，今天就是你和你娘的死期。刚刚他吃的东西，好像是他画出来的灵草啊！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呀？你派人准备点吃的，给他送下去。皇上对沈小宝还当真是不一样啊！朕看他不知为何，就觉得亲切。朕这是为了大夏，我可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跟别人比试画。要是输了的话，可是要输掉10座城池。人呢？这是什么招式啊？居然能边转动边作画，速度这么快，根本看不清人呐！居然用这种招式，让我无法画出他的精准画像。娘亲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！大家都来看啊！这沈银霜跟人私通，今日沈家就此将他沉塘，以正家规。不是，我没有私通，他说过他会回来娶我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知悔改？来人，沈塘！让大家看看偷男人的下场！不要！陈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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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塘！不行，我不能沉塘。我和小宝才刚刚遇见，我要是沉塘了，小宝他怎么办？你放开我！沈银霜，现在后悔晚了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的。我爹他们正在收拾他，马上我就让他下去陪你。你放开我！你想让我死，我可以死，但你不能伤害小宝。你放开他！这可由不得你。沈小宝装腔作势，还真把这个东瀛人给唬了。投机取巧罢了，只可惜无论他怎么唬人，今天看的那都是画工，他画不出来的。居然同时画完，之前跟他比试的几位画师都不能做到同时，看来赢面很大呀！你居然和我同时画完！可以赶紧宣布比赛结果吗？我赶时间。娘亲，你一定要撑住，小宝马上来救你来了。不用宣布，你已经输了。我戴的可是面具，所以啊，你根本不可能画出我。可是我呢，已经画出了你，所以你们大夏输定了。他怎么能戴面具呢？这跟作弊有什么区别？
可比试没有规定不能戴面具。能不能先睁大眼睛看看我画的画？真的很赶时间。皇上，沈小宝画出来了，他真的画出来了。好，你不是说他的经脉被封了，不能作画了吗？为什么他还能画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的确是把他的经脉给封了。哎，难道他是强行冲破了经脉？对，一定是这样。大人，强行冲破经脉只能让他暂时的恢复画技，但是他马上就会暴毙而亡。如此最好。你居然看出了我面具下面真实的样子，除非是内功深厚者用定金术使我，否则不可能有人看出来。可你根本就没有内力。不用管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你输了。你我同时画完的，为何是我输了呢？要不你先看看你自己画的再说吧。我赢了，先走了。等等，刚刚那局是你，但是我们已经赢了2局，除非你再赢2局，才算真正得胜。大夏皇帝，你应该不想被说胜之不武吧？居然临场反悔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！时间来不及了，等我回来再比。啊，沈小宝，你是想临阵脱逃吗？让开！我要去救我娘亲。想救你娘啊？没门儿！皇上没发话，你就要走？难道你是想抗旨不遵吗？放开，快要来不及了！娘亲！大人，沈银生现在应该已经死了，令公子的仇算是报了一半了。同喜啊，同喜，沈二爷，接下来就等着收拾这个小野种。放心吧，他活不了多久。好。他怎么哭了？不知道啊，离得太远听不清。难道是因为怕输吓哭了？你派人去跟他说，让他放心比试，不要担心，输了也别怕。娘亲，我会为你报仇的。不是要比吗？比什么？高山流水图，用现场其他道具代替画笔作画，比如这把剑。那我就用它。他居然用人作画，我从没见过。我同意了吗？不等你。这小孩疯了吧？居然拿人作画！这画纸上乱七八糟的，这根本不是在画画，这像是在泄愤呢。不要啊！不要！丞相大人，您看，沈小宝已经有走火入魔的趋势了，马上就会暴毙而亡。不是你阻拦我，我也不会救不了我娘亲。该死我娘亲，你该死！放过我吧，我知道错了。完了！小宝，小宝，小宝，娘亲，你真的还活着？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娘亲还活着。这姑娘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？沈银霜，你不是被拉去陈塘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自然是我救回来的。是叶枫大人让孙大人救了娘亲，还好孙大人来得及时，不然娘亲可能就……不过这一切都还来得及。
孙膑，你竟然跟我作对！就算叶枫护着你，你也别想安枕无忧。江大人，是非自在人心。等比试结束后，皇上查明真相，该担忧的是大人你。哎，大人，您别担心，这沈小宝指定是赢不了的。你没发现他刚才那一局完全就是在泄愤，根本就没有画画吗？只要等他输了这场比试，皇上，定不会侵扰他们。看来你知道自己会输，提前放弃了。这小子画成这样，这次是真没救了。本以为赢了一局，这小孩会有点东西，没想到会这样。皇上，沈小宝消极应对，输了比试，丢了大夏颜面，还请皇上严惩。对的，还请皇上严惩。你们还真是迫不及待想灭我口啊！皇上，那下面还有一张完整的画，那就是他真正所画。皇上，沈小宝真是个天才，真有眼睛。好，这2只眼睛都看到了。皇上，这沈小宝今天在画院险些被人折辱致死，大夏差点就失去了一位天才。现在他们又迫不及待的想要定沈小宝的罪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。还请皇上替沈氏母子查明真相，还其清白。这就是我画的高山流水图。鉴于我中途停笔结束，应该算我赢了吧？何止啊！这幅画简直是栩栩如生，我仿佛听到了小桥流水之声，这水平简直是画仙才有啊！虽然咱俩是一个国家人，但我说实话，你确实不如他。好，朕答应你，无论第3局小宝是赢是输，朕都会彻查他的真相。这小野种怎么会？沈一双，就算沈小宝赢了又怎么样？他强行冲破经脉，马上就要爆体而亡了。要不了多久，你们母子俩就会阴阳两隔喽！小宝，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放心，你一定死在我前头。到时候太爷爷我给你烧点纸钱，毕竟这次在人间败光了财产，总不能下地狱也穷的叮当响吧？你，真是没有想到你们大夏国还有这么厉害的画师，真是有意思。可惜了，今天你只能是最后一次绘画了。居然是以人血作墨！我听说只有与画仙并称的画魔才有此技能，难道说此人是那个可以画物成真的画魔吗？听说他的画十分邪门，是东瀛第1画师，这种人恐怕只有画仙才能对抗吧？听师傅说过你利用人血画物成真，是大坏蛋。今天我便让你和江小公子一样，不再画画作恶。小野种，你竟敢胡说！大言不惭的小鬼！我只猜你刚刚画了一局灵草吃了下去。灵草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那就是第2课。我今天要给你比试的是画真龙。哦，那不是要比试内力吗？他现在这种情况，使用的内力越多，就死得越早。沈小宝，这可是关系到咱们大夏颜面的比试，你必须得上哦。小宝，娘亲别怕，等我速战速决这场比试，我们就回家去。画就画，谁怕谁？今天我就让你和丞相儿子那样，不再画画作恶。那就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实力。皇上，沈小宝的真气居然是金色的，
真是前所未见的。按理说，只有皇上的子嗣才会是金国，怎么他也会？怎么会？我怎么会输给一个孩子啊？孩子怎么了？对付你们这样狼子野心的人，我一个孩子足矣。你不顾人性命，利用人血化物成真，当真可恨。今天我便毁了你的经脉，让不再画画害人。以后你们这些人再有豆腐觊觎我大夏领土，便见你们一次，打你们一次。恭喜沈小宝！恭喜沈小宝！你不是说强行冲破经脉会暴毙而亡吗？为什么他赢了比试，怎么还没死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强行动用内力，肯定会爆体而亡啊！你怎么没事？因为我不是强行冲破经脉，是因为我吃下了灵草，所以你帮我解开了经脉。还多亏了你，让我的功力大涨，不然刚才那一局我也不会赢得那么快。你现在来清算一下我们之间的账了。皇上，小宝替大夏赢得了比试，保住了江山。朕刚刚说过，朕要重重的赏赐小宝。皇上，你也看到了，沈小宝断了化我的经脉，我儿的经脉就是这样被他毁了。虽然他赢了比试，但是他心狠手辣，还请皇上严惩，为我儿做主啊！那是因为你儿子他使用了禁术。皇上，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。皇上，草民可以为沈小宝证明，江小公子确实是使用了禁术。皇上，他们的话不可信呐，一定是有人指使才诬陷我儿的。污蔑人的是你，皇上。这些人碍于丞相的身份，怕丞相事后报复，这才颠倒黑白。如今沈小少爷赢了比赛，他们这才决定说出真相。皇上，江丞相确实心狠手辣，当时我们不敢说出真相，是为了保命啊。是呀，皇上。如今看到沈小公子赢得了比武，我们再这样诬陷一位国之栋梁，心实在是难安呐。无论皇上怎么处罚，我们都愿意为沈小姐作证。一派胡言，这完全是构陷。你说他们是构陷，那你儿子说的话呢？我都说是我使用了禁术，可那是我爹逼我的。哎呀，我爹为了敛财，让我冒充画仙弟子，使用禁术画假画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哎呦，你这个逆子，你乱说什么啊？皇上，这都是被孙膑屈打成招。我儿才这样乱说的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都是你，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。皇上，要不是我们去的及时，小宝估计早已遇害。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闭嘴！江丞相，你的那些破事儿，朕一直都有耳闻，只不过念在你这些年来有助龙之功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今日看来。是朕错，朕早就该把你给办了。皇上，害那么多无辜的人受害。来人，江丞相一家徇私枉法，草菅人命，欺压百姓，流放岭南，永世不得入境。另外，相关之人该查的查，该罚的罚，朕绝不姑息任何一人。皇上，我是冤枉的！皇上，皇上冤枉的！最该罚的是这个人，是他居心不良，想害死我和我娘亲。哎呀，皇上啊，都是因为沈银霜她不检点，和奸夫怀了孩子，还生了下来。我也是为了沈家的名声，才给她进了猪笼。清理门户的。皇上，您请看，
这就是沈银霜的奸夫，他居然在比试画画的时候还想着他画了下来。像他这种人，就应该沉塘，给天下所有的女子警示啊！皇上，这不是您？不，这是你为了霸占家产的污蔑之词。污蔑？我什么时候污蔑你了啊？难道你没有和奸夫苟合？难道你没有生下这个小野种？你没有让家族蒙羞？还是你在画画的时候没有想起你那个野男人？我说过，我是去救人的。他也说了，他会迎娶我的。娶你？哈哈哈哈！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这个小野种都长得这么大，你还梦想着别人来娶你？来，让大家来看看这个画像上的奸夫到底是谁，也好帮你找找。哎，皇上，混账！你口中的奸夫就是朕。皇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您怎么能看上他沈银霜呢？这不是……当年朕被下了迷药追杀，是沈小姐舍身相救，朕才躲过一劫。怎么到你口中变成奸夫淫妇了？还因此欺负他们孤儿寡母，你真是该死！沈小姐，当年朕处理完国事，就回头寻找，只可惜已经没有了消息。这些年，朕一直都没有放弃。没想到你因为朕受了那么多委屈。你放心，今后只要有朕在，没有人能够再伤害你俩。我爹是狗皇帝，那我是……哎呦，您自然就是小皇子啊！啊，所以我那会儿骂的是我亲爹。难怪朕见到小宝第一眼就觉得喜欢亲切，原来是朕的好皇儿。原来他真的是皇上，那这个沈小宝就是皇子。沈小宝，要不是你回到了沈家，我也不至于这些年沦落到这个地步。好，反正也活不了，我死也要拉你垫背！哎！恭贺皇上迎回娘娘和小皇子！恭贺皇上！你说这小宝当众辱骂朕，朕一点也不罚他，会不会太骄纵他了？哎呦，皇上，瞧您说的，小皇子性格率真，天真烂漫，整个后宫的孩子有哪位像他一样啊？说的也是，朕还得好好赏赐他，不仅要赏他，还要赏双儿，给朕生了这么好一个小皇子。对了，他们人呢？娘娘最近办了一个女子画院，跟小皇子在那教女子画画呢。小宝，你知道娘亲为什么要办这个女子画院吗？因为娘亲以前吃了太多苦，不想让这些女子像娘亲一样吃苦。小宝聪明。这个世道，女子艰难，娘亲想为天下女子做点事，为所有被污名化的女子撑腰，让她们即便处于困境当中，也有活下去的勇气。好复杂哦。不过不管做什么，小宝都支持娘亲。